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警高站，欢迎收看今日8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疾管署伫昨昏有公布即马上新天高热的病例数，顶礼拜咱全台湾各新增加556个天高热本土病例，目前咱国内已经超过2000例，近年嘛出现国内第2例死亡的案例，是一个80多岁女性。另外，新北市顶一日是传出有一个女性去耍水，去喂到食脑架生虫死亡。疾管署即马公布水质采检的结果，伫地下室的积水有检出阳性。稽查人员伫咧乌多摆店一个积水的皮仔内底采检到真侪水汽。台南市卫生局要甲采发，因为本土天狗热的疫情持续加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556例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其中以台南市471例占上侪，累计全台湾的病例数已经达到2135例，而且新增加今年第2例天狗热死亡的个案，是一个婚龄悬80多岁女性，为发病住院到死亡，仅1礼拜时间。他的这个血液的这个血氧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逐渐的下降。那最后呢，是因为这个登革热造成这个意识状态的变差，以及这个肺炎的情形，造成呼吸衰竭，而不幸的在8月15号过世。另外，新北市顶一日发生一件，那像是伫咧收水池耍水，去感染到福氏瑞格里阿米巴原虫，人讲是食脑变形虫，致使脑膜脑炎死亡的个案。疾管署公布这个清水管环境采检的结果，水的检体55件拢是阴性，不过有1件伫咧地下室的积水是验着阳性。目前认为这个地下室的一个积水跟清水的设施并没有相关联，那民众并没有暴露的一个风险。新北市卫生局发新闻稿强调讲，为了确保市民的健康，这间店目前是暂停营业，环境动线嘛伫咧改善当中，而且做全面的消毒。但卫生局复查甲水质复检合格了后，才会当恢复营业，提供省水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8月23是823炮战纪念日，国民党的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拢伫金门做势。侯友宜是提出金门6大主张，要甲金门变做两岸经贸示范区。那郭台铭是宣布，伊要投入美金2000万，要成立金门和平倡议基金会。针对中国即马雄禁止咱台湾山药进口，郭文哲即马就苦劝对方，讲动作愈济，台湾人的心就会离愈远。那赖清德办公室是继续针对再生能源的法案这个问题，回应南亚的指控。钟声一响，两岸和平永长存。靠向和平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参访金门和平园区，赶伫823前一天，侯友宜讲要互金门成做两岸经贸示范区，提出6大主张，包括起诉金厦大桥公投、设两岸医疗专区等。讲要开放两岸协商机制，降低台海风险。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的9·2共识，我们要对等尊严跟大陆协商，然后同时可以降低台海冲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伫同一天拜访金门来做伙拼场，由于金门县议长洪文典支持，佮陪伊走行程。郭台铭伫主流民意大联盟演讲时，宣布投入2000万美金成立金门和平倡议基金会。要求北京爱尊重中华民国。我要更严重的提醒北京当局，请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过后是不是伫金门共台？侯友宜讲，有缘拄到会小借问，明日会去拜访。民进党国民党来南投仁爱乡灾区访时，针对中国最近禁止台湾山药进口，讲出两岸沟通问题。这个就是不沟通，我也知道大家互相在出招啊，劝告中共当局的，这个动作越做越多，只是让台湾人心跑得越来越远。南洋最近攻击民进党赖清德甲前立委赖景麟，20年前推出再生能源法案，是球员兼裁判，大挑立人才，不过赖清德竟办反击。
请国民党不要为了核能复辟，把专业伦理都放弃了。最近关于再生能源发展，国民党有许多恶意抹黑的造谣。但世界批评国民党重伤绿能产业，讲法是伫马英九执政的时阵统计，迄阵泛蓝立委有70%以上，若甲发展绿能讲做是道理，恐惊这个飞镖会倒射，飞转来拍着家己。记者综合报道。2024总统和立委选举伫明年1月份就要登票，即马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来影响咱的选举，法务部即马是修正鼓励检举贿选的要点。检举的奖金上悬有2000万，若检举选举的搅盘上悬是赏500万的奖金。行政长陈建仁即马是指示相关单位，爱互民众一场公平、佮清气的选举。以早伫中国担任中沙大业会长的大商林怀，用中国资金退2020年竞选总统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邮票，今年7月用判刑3年2个月确定，检方历历传唤林怀到案执行发家。大陆这个政府的钱是给我们台商协会的，而这笔钱跟选举是没有关系，司法不公啦。司法不公啦，我觉得这个冤案。另外，报道前法院讲，讲钱是中国大商协会和选举无关，感觉案件是误会，会申请司法救济。为了阻挡境外势力影响选举，法务部修正鼓励检举贿选要点，针对境外势力选举赌盘2种妨害选举犯罪态样，其中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上悬奖金2000万。如果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我们的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000万，还有选举赌盘的检举奖金最高也有500万。选举查工作相当的繁重，必须有效的部署，迅速的反应，全力达成维护公正选举的任务，给我们国人一场公正、干净、平顺的选举。最高检今年7月已经成立选举查察贿选和暴力督导小组。各地检同时成立执行小组，宣告选举查察活动正式展开。内政部长林佑昌讲，阻止不法境外资金流入国内选举是重点工作。清quyền影音嘛是另外一个挑战，要快速回应，守护国内民主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晚到的时温度会升悬，若过到了后，可能会向雷公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伫云林以南沿海的所在早起有地渐雨，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嘛较高落雨。其他的所在是过道有可能会向雷公雨，尤其是山区，山区有可能会向向大水雨。伫温度的方面，日时的高温有32度至35度，晚到上介热。气象局有针对台中、云林发布柑仔色的高温警报，若双北甲花莲、台东是黄色的警报，高温拢有36度。紫外线嘛拢是过量的级数，乡亲就要细致。台北市伫昨下晡过到了后，是落雷公雨，是落甲真粗佮真凶，交通嘛受影响。松山机场到昨要暗下6点，有22架飞行机班，1970个旅客受影响。若台北捷运的文湖线嘛，因为雷公雨的关系，号志系统出现故障。文湖线伫雨上介粗的时阵，捌停驶41分钟。天棚直直涉水，下底还有几若卡桶在渗水。因为午后对流发展紧强，下晡中央气象局将对台北、新北2市发布雷公雨即时信息。毋但外口落大雨，松山机场内嘛落小雨，民众感觉有损国家形象。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哈斯卡西，就是有点那个不好意思啊。但是这个建筑物本体真的很旧啊，所以看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防水部分再加强。我觉得可能平常就要维修好，下雨的时候才不会就是会有漏水的问题。中英航空原定下晡4点上山飞日本羽田的首航班机，因为雷公雨延误。另外，松山机场停机坪积水，地面作业有暂停13久，有3架班机转港桃园甲台中机场。捷运站务员紧急关出入口打广告。台北捷运文湖线哪像是单位讲影响？地属号志系统异常，3点32分全线暂停营运，遂启动公车接驳措施，民众被迫改变行程。刚下班，然后刚刚才看到新闻说，
因为打雷关系嘛，然后现在没办法做运输。觉得这个天灾没有办法啦，我觉得可以理解啦，他们也都很尽力的在处理了。交在紧急抢修了文湖线第4点13分排除状况，恢复正常营运。台北捷运公司提醒民众，然后中途提早出站，也是已经入站无上车，7天内会当到任何车站办理退费，也是改进电子票证资料。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自本是规划2024年要向企业收碳费，不过昨昏环境部对外表示，会等到明年碳费审议委员会确定碳费了后，对2025年才会开始收碳费。工总即嘛是表示，希望环境部甲企业会当好好参详，规划好势，安尼未来企业才知影要安怎做。来关心《自由时报》。孙网络银行国家队将来银行了的钱累积已经要挖境界线，也就是资本额100亿的1/3这么多。即马无增加资金已经袂用的，将来银行打算伫今仔日要开股东临时会讨论因应方案。来关心《联合报》。卫福部8月初1开始试办少年族群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提供15岁至30岁的少年人，一个人有3届免费的心理咨询的服务，计共有6000个名额，实施3礼拜尔，即马已经有4686个人去申请免费的咨询，并名额已经用要8成，台北、台中、台南、宜兰已经拢订啊，已经拢无名额。继续关心时，数伫昨昏对外公布，国家伫边境检验出11批美国进口的樱桃有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加起来计共有174吨。若今年甲单已经验出33批啊，小数已经有发公文予美国在台协会，要求无合格厂商爱暂停进口。即嘛要求 AIT 9月初5进前爱提出说明。台湾樱桃大部分拢为外国进口。不过，食药署22公布上新边境检验无合格食品，为美国来樱桃各一届验到，这届总计有11批进口的樱桃违规，进口的公司是金果甲利嘉木药这2间，农药超标的樱桃，拢总有174吨，都要退货或者是销毁。33批不合格的这些产品都是来自于这4个制造商，对于这4个制造商暂停受理输入查验的申请1个月。为了把关进口食品的安全，食药署针对美国违规的樱桃提出3大反制措施，除了4间违规的制造商暂停进口1个月，而且发文予美国在台协会2届，按规定爱伫9月初5进前提出说明，嘛同步发文予国内所有进出口的工会，会进口入来台湾的产品，拢爱符合国内法规。会予食药署遮尔大动作提出反制，就是因为美国樱桃边境查验的结果，伤接出现违规的情形，而且佫唔改善。今年以来，累计已经有4间制造商的樱桃，互验出有混尼胺、灭分皂、甲除糖酒精这的农药啊，这伫台湾拢是违规的。今年以来，掠到违规的累计已经有33批。动物专家讲，这3种农药的毒性无大，对人体目前是无致癌的证据。动物实验提到说，它可能动物会吃不下，然后可能严重的话可能会抽筋啊，会占头部，这个大概都是量要非常大的啊。所以如果以消费者可能曝到的量，大概不至于发生这种状况。实际拜访国内卖水果的番啊，业者讲伫进货进前，拢会确认水果敢是有符合规定。比如说我们的中盘商，然后请他跟贸易商确认说，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吃到是安全的，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会吃到。不过，嘛有其他卖水果的业者烦恼讲，为美国来樱桃佫一届出问题，在期待会暂停卖樱桃。不过，美国樱桃清在传出有禁药的农药啊，这敢会影响民众买的意愿，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柯的负责人，去年甲伊6岁后生翕死了后去自杀，不过自杀无成，有方救回来。这件老母抬囝的案件是由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负责人的辩护人是对外表示，这个负责人有重大忧郁症，而且佫有自首，希望会当减刑。检方嘛表示讲，因为伊是为着要保护前翁才会抬囝。专案伫昨昏宣判，判这个负责人16年5个月。新北第一头一件由国民法官参审个案，也是全国头一件由国民法官参审的母亲抬囝案。美国是一名离婚过四劫的姓柯妇人，去年提出以枕头挟死6岁幼囝了后自杀求救，予检方以杀人罪起诉。
检辩公phòng中擔任辯方的法務律師與負責人有當度憂鬱症自首加主張情勘民訴等理由，證據減刑，檢方是基證，獨顯負責人為了保護前翁，將殺囝求刑17至20年。被告他唯一能夠依賴的就是國家幫他選任的辯護人，可是辯護人手上有沒有足夠的資源？這個辯護人提出來的主張、證據調查的申請，法院有沒有去做相關的調查？我覺得現在各個法院都很快的進到審理程序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的一個現象。審理過程，最高負責人家己講，驚自殺老後生一個人無放心靠前翁照顧，也強調殺囝毋是因為對前翁有負面的情緒。國民法官是詢問囡仔敢是有講過伊的夢想，負責人表示無講過夢想，只希望伊身體健康。問到除了殺囝，敢有其他選擇？負責人表示無。敢就有找社會資源鬥相共，是回答無清楚。專案離離宣判，負責人判刑12年5個月，專案會當上訴。離婚後還是要繼續當孩子的爸媽，你們沒有辦法當夫妻，但是你們還是要一起當孩子的爸媽。那怎麼樣的安排會是對孩子最好的？這件事情常常是需要專業人員協助的。過去也捌發生過爸母殺害囝兒的案件，社會團體認為囡仔是獨立個體，爸母攏無權利因為婚姻問題奪走囡仔性命，強烈建議找出社會資源協助。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民間團體喺8月20禮拜日的時，才主辦遊行，希望甲路行互過路人。結果同工高雄就發生有民眾在過車路的時，行佇斑馬線也是轎車弄着。有民眾即馬就揶講遊行根本就無較抓。袂過車路照規矩行斑馬線，驗過所好即台倒來的黑色的車弄着。20日的高雄有民眾看到中華一路加馬卡道路詳細路口，西灣的車弄着過車路的人。左轉中華一路時，因為暫停禮讓行走行人，所以導致行人而不慎於路口發生擦撞事故，行人手腳擦挫傷，於送醫治療後無大礙，知曉這個車駕駛無酒精的反應。咱伫咧現場看，差不多有一半的車攏無先讓人過，路遮爾寬，互人行過去的時間只敢若50秒，有人行到一半就掉伫咧中，那剎輪椅要過就要用走的。如果能改進會更好。怎麼說呢？就是如果能增加秒數，我覺得會更輕鬆一點。大多數都很守規矩的，大多數都很守規矩的，那個別現象就好難說了，對不對？有的要趕時間。根據高雄市交通大隊的統計，自6月底無讓人先過上懸罰6000個新制度實施了，到即馬已經開出1025張罰單，無讓人先過車禍事件是18件，比去年同期減4件。頂禮拜日，監督海河民眾的大遊行拄則辦煞，無停讓的事故依然一直發生。警方再一遍提醒汽機車的駕駛，一定要先讓人過，莫搶緊。才袂違規，佫造成車禍傷亡。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巴基斯坦山區的纜車是當地真重要的交通工具。佇昨早有一陣老師學生坐纜車的時，這鎖啊是向轉去，造成8人掉佇半空中。經過19點鐘的搶救，加載攏平安。寬闊山谷之間有一台纜車吊佇咧半空中，巴基斯坦有一名老師甲學生，離離甲普通時同款，坐纜車要去巴塔戈蘭平原山區的一間學校上課，無想到講坐到一半，一條纜索啊突然間斷去，2個大人、6個囡仔佇咧纜車內面等人救。मुझे दरखास्त कोई नहीं आती जी सब लोगों को और इंसानी हमदर्दी आप हर किसी जानते और मुल्क के इंतजामिया भी इस हादसे के लिए करे और ये तो आप जो खुद सोच ले। 纜車離地面有274公尺懸，加速正着急佇咧邊仔祈禱，直升機想要挖起救，因為也擔心風險下風。可能會互纜車害甲真嚴重，好佳在纜車佇咧天頂吊要到12點鐘了，總算吊掛出2個囡仔。不過天愈來愈暗嘛，救援的任務也愈來愈困難。ऐसा हुआ कि एकदम हुआ क्या था कि जिसकी वजह से डोली एक तरफ झुक गई, कुछ आपको अंदाजा हुआ होगा? बस कोई पता नहीं है जी, ये तो रस्सी टूट गई ना। गुलफराज, आप अपना ख्याल रखिएगा और हम आला हुकाम तक, वजीर आजम साहब तक भी आपकी ये रिक्वेस्ट पहुंचा रहे हैं, ये गुजारि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आप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यहाँ से रेस्क्यू किया जाए।
要让实行甲缆车的锁啊绑好固定，可以袂震动，结果回扭一条锁啊过去，甲人一个救来。上面救出来是2个大人，也互全国伫咧电视机头前关心的民众，大家心情较放松。伫咧巴基斯坦山区，民众甲学生主要拢是靠缆车来回学校甲出发。不过，这款缆车逐年拢会传出因为维护了无好，造成乘客受伤或者是死亡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南澳的火烧山火势直直炭，希腊的边境即马有发现18尸体，当地政府初步判断讲有可能是非法的移民。消防车开正紧，要去东北部边境埃佛罗斯的阿万塔斯村拍野火，不过情势正危急。当局也发现已经有人被烧死，真侪中东甲亚洲的移民拢是经过埃佛罗斯过去土耳其。Με δεδομένο ότι από τις γύρω περιοχές δεν έχει υπάρξει καμία δήλωση εξαφάνισης ή αγνοωμένων κατοίκων, διερευνάται το ενδεχόμενο να πρόκειται για ανθρώπους που εισήλθαν παράτυπα στη χώρα μας. 附近的港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已经有大船伫咧等，几60位病的病人被疏散到遮。北部帕尼萨山野火乌烟盖伫咧首都雅典的天顶，伫土耳其西北部加纳卡莱圣森林野火也搁伫咧烧。附近6个村加纳卡莱空军指挥中心也搁当地大学拢撤离。欧洲、亚洲之间船只来回的重要航道，连只马尔马拉海甲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航班也停来。意大利当局日日对全国27个主要城市内面的16个发高温红色警戒，包括罗马、米兰加佛罗伦斯，有超23个温度会称国较悬。法国第3大城里昂日日透早记录到摄氏27度的冠军。科学家认为，伫咧气候变迁的影响下，西班牙、意大利加葡萄牙也因为冠军大受强风，四会发生野火，和消防员走维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日本政府即马已经决定讲，上紧伫8月24，也就是明仔，会开始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漏入去大海，时间会延期30天这么久。当地民众、附近的国家拢强烈反对。8月24日を見込みま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早起伫咧官舍召开相关部长会议，决定上紧为24开始，甲处理过内底有湍的核废水排入海里，而且会持续排30年。这个量等于是530个奥运标准收水池的核废水。岸田表示，国际能源总署顶个月已经认证处理过的水质有符合安全标准。国际社会甲渔民理解的人当地增加，政府会创设免有损害对策基金，甲安全网做好，答应会负起一切责任。今後数十年の長期にわたろうとも、ALPS処理水の処分が完了するまで、政府として責任を持っ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一旦その ALPS 処理水が放流されれば風評被害等が起きるそういう懸念があるわけで、漁業者は決して安心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と。前一天，甲岸田见面的渔联会代表强调讲，科学上的安全甲社会上的安心并无共款，反对的立场并无改变。日伫首相官舍头前出现反对的示威者，伫街仔路的民众有的是感觉真无奈，无通选择；也若有的是支持政府赶紧解决这个难题。根据 NHK 8月中的民调，认同甲核废水排入海的民众是占53%，也若反对的是占3成。薄めた状態が安全だとは言っても、30年間にわたってその総量を流した結果どうなるかについての何らの科学的な検証はなされていないんですよね。だから絶対私はね反対なんですね。やっと決まってよか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はい。福岛第一核電廠伫2011年3月受到311大地震引發海嘯的侵襲，造成爐心氧氣，用水甲燃料棒降溫，佮製造出大量核污染的廢水。東京電力公司甲核廢水內底大部分輻射物質淨化處理掉，不過也受安全標準以下放射物質湍，所以決定要排入海的這個代誌，是引起漁民甲附近國家的關注。中國外交部日佇一概批評日本，硬要甲核污染的水排入海的計劃，是真自私嘛無負責任。因為香港政府暗算講，日本便若開始排放核廢水，就會禁止甲日本10個縣進口海產。日本料理的業者講，因的生理百面會受到影響。不過，敢若會當拍拼來應用。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
印尼是传出有恶质的头家欺负劳工，有一个劳工去大都市做事，互头家苦毒，逼伊食排泄物，佮甲性侵害。毋过，这个头家互判关4年半，受害者是认为判伤轻。Saya direndam air panas. Kalau kemudian saya dirantai 2 kaki tangan kaki sama sepadan sampai leher pun diikat pakai rantai. Sampai diborgol, dijedotin ke tembok lantai. Makan tidak beraturan, makan sehari sekali. Kalau masih lapar suruh makan kotoran anjing. Terus sekarang membekas, masih berasa gatel, terus sakit. Kepala sering sakit-sakitan juga mengenang kejadian yang lalu. 想到头家苦毒迄段伫地狱生活的日子，福迪玛大声哭出来。来自蛇尾24岁福迪玛，去年4月为着帮厝内还钱，伫面册找到家属服务的工课了后，一个人去甲加达，想不到这是伊踏入地狱的开始。有其他同事讲偷摕物件，刷到雇主苦毒性侵，甚至逼伊来啉狗尿。经过8个月拖磨凌迟了，伊一仙钱都无赚到，就走转去厝呢。Nah, udah paut muka, udah nggak jelas sini karena banyak benturan sini sudah sumbing, apalagi tangan hitam semua, sundutan-sundutan rokok itu banyak, kaki hitam udah belah, ngalir nanah, bau busuk. 福迪玛的老母讲，伊伫透早3点外看到查某囝转来，看到伊用修理甲毋正人，赶紧叫翁婿起来斗相共，送查某囝去病院救治。伊的老爸嘛去报警，真紧就抓到施暴者。审判了后，顶个月70岁头家因为苦毒判4年，头家的翁婿、查某囝和另外6个同事判3年半。不过对福迪玛来讲，伊认为和家己受的痛苦比起来，因付出的代价伤过轻。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9月7日至9月7日也去参加 G20 峰会，伊即摆是建议成员国爱合作，爱增加国际金融组织对开发中的国家，也阁有善车国家的贷款。白宫是表示，因为中国一带一路的贷款毋是常态性的，美国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展现美国带头的领导地位。继续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即马一变慢啊，这是影响中国嘛，影响全世界。美国和中国昨昏对外宣布，美国的商务部长8月27日会去北京，也会上海访问3天，期待双方会当进行建设性的讨论。美国嘛讲会针对，会对中国表达对中国经济无透明的烦恼。继续关心，根据俄罗斯当地媒体报道，莫斯科因为上大雨做大水，下水道是水规个涨起来。有一阵咧探索地下泵坑的观光客内护照，8个人全拢不幸过往。内底是包括导游，也有7个观光客。不过，这款行程敢无合法，即马是出现争议。另外，有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中国解放军有一只空9-3型核动力的畅水艦，在执行台海任务的时，伫黄海出代志，讲船顶有7个船员拢过往。不过，咱的国军是对外表示，咱目前无收到相关的资讯。中共军事训练升悬区核紧张，共军舰舰也继续进行活动。路透社报道，一只空93型双级核动力舰舰执行台海任务伫黄海出代志，造成舰顶7名船员全数罹难。要是这次中共官方媒体无进一步回应，外界观测国军敢是有掌握相关动态。如何去绵密的去掌握台海周边所有的海空域动态，一直是我们国防部非常重视，也是我们很认真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讯息，我对它没有其他的评论。
将海军舰长张京伫面册公告舰舰出意外上浮了后，应该互人看到无平常的现象，也是透过对外发送通信批文，互偌济个破灭。学者也指出，那中共舰舰伫黄海西苏附近的日本南海应该侦测会到，台海深度不足，中共舰舰处理台海可能性偏低。那控球3型舰舰会当容纳100人，有鱼雷加反舰导弹，保护战略核舰舰。往南进入东沙一带，或者往南进入南海，其实它的深度就会升上许多，它是适合潜舰作战的。但是台海是在大陆棚，它很多的那个深度是在200公尺甚至100公尺以内。那这种情况，那再加上水下的地形或者是很多的障碍物，它基本上是不适合潜舰作战。除了说可能保护它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战队潜舰之外，那另外可能会是往西太平洋进行部署去拒止美军。最近几年，各国舰舰事故，阿根廷圣欧安号舰舰伫2017年11月15伫南大西洋海峡巡逻失踪，44名官兵方正式罹难。印尼海军南卡拉号舰舰伫2021年4月2日失踪，搜救了后，正式tìm准53名官兵全数罹难。今年10月7日，美国卡内迪克号核动力攻击舰舰伫印太地区潜航，弄到不明物体，好佳在无人死亡。学者强调，核舰舰发生事故对4个国家拢是大代志。中共舰舰动态有待后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美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撤销咱台湾观察员的身份，把这个身份改去予中国。咱外交部表达抗议，嘛对外宣布昨昏咱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目前伫中美洲议会内底有6个成员国，内底敢若剩瓜地马拉和咱有邦交的关系。学者是表示，这届事件可能会影响规个中美洲。中美洲议会伫咧当地时间8月2日早起强行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所提出的排我立场案件，咱外交部表达上严正的抗议。为了要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宣布自现主席开始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是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中美洲议会要到25年来正式结束。很明显是中国背后的唆使与主导。中国和尼加拉瓜都是恶名昭彰的集权国家。昨天中美洲议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在中美洲地区扩张的证明，不仅对台湾，更对全球的民主阵营都是袭击。早伫1999年，台湾就加入，将在中美洲议会区域外永久观察员。几多年来，甲各会员国家共同伫咧推动几多项双边甲区域的合作计划，伫即马被撤销资格。解释中国全国人大取代，另外立委批评这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手法之一，排除了民主的国会，然后结果接纳了一个不晓得什么叫做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橡皮图章来参与中美洲议会，我们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哈。这又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其中一件事情。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说这是中国的压迫，原来的邦交国我们没有去努力的琢磨，把重心都往欧洲国家去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产生不平，中国大陆可能就可以可以趁虚而入啦。中美洲议会伫咧2月发布声明讲，已经批准中国将做该机构的常驻观察员。学者分析，台湾被迫退出中美洲议会，甲1977年退出联合国的情形正共款。表面上当然是跟尼加拉瓜的立场有关，但后面可能也隐隐约约牵动两岸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角力战，所以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在中美洲整体的一个外交的布局。学者讲，这边事件牵动到中美洲统合体未来深受骨牌效应，也怪观察。咱友邦瓜地马拉也是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家，瓜地马拉的大选结果已经出来。由注定维持甲台湾邦交，同时寻求甲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压力网络当选。外交部表示，台湾的关系密切良好，有信心伫咧机会基础上继续合作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度咱的国防预算有6000多亿，这是历史新高。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就表示，这条钱会当帮助咱的国军强化装备，严格国民党是质疑这个钱是假开的。学者表示，因为中国军方一直来扰乱咱台湾，国防预算变多会当理解。面对中共升悬两岸紧张局势，台湾强化建军备战，国防总体预算会写到历史新高。总统蔡英文伫任内最后一摆总预算，先是公告2016年国防预算年是3596亿，指出每年个
国防总预算加上基金甲特别预算会达到6068亿，占 GDP 有希望达到2.5%，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国造战艦会伫9月如期落水。明年度国防总预算，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将达到6068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确实逐渐有这个维保预算有一点微幅成长的现象，但维保的预算成长，它成因很多。那敌情威胁升高也是其中之一。蔡政府国防预算一直创新高，不过犹原赶袂到 GDP 成长的幅度。台湾国防预算犹原无达到 GDP 3%的底线。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支持合理的国防预算，而不是大压钱。国军面临真侪问题，不是单靠提悬预算就会当解决。武器采购的延宕啊，包括武器采购的项目啊，还有我们的军纪的维护，我们部队的管理。甚至是训练内容的强化，还有兵役制度的改革。中共要求你弱化军备，就不敢采购先进武器，甚至于跟盟友的互动都不敢的话，弱化的国防反而是引诱战争的因素。国军今年真模型，目前包括分8架车陆续报告。头一批 M1A2T 战车会出厂，F-16战机性能提升已经到尾期。头车指出，国军买武器装备同时应对强军侵扰，后续的维保费用人员起无加入是真可观。海军的海勤的一些加急啊等等的，这一些的一个费用以及油料的费用都会随之上升，所以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调涨。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面对中共东部战区展开联合演训，反制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美国足预期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示警，中共想要影响台湾大选，若赖清德胜选，预计中共会更较有侵略性，美国应该尽力避战。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在地新闻，咱来关心桃园的检方侦办一件诈欺案件，发现中信银行有行员和诈骗集团勾结，甲转销金额有关，用这款方式来协助洗钱。检方嘛，甲5个行员，一个诈骗成员抓回去问话，尾后这6个人拢互交保。要把钱领出来这样子。诈骗的手路一直在变化，银行业嘛受到牵连。中信银行进前才传出有行员涉嫌甲诈骗集团有勾结。结果，桃园检方伫侦办一件诈骗集团的案件的时阵，所发现类似的案件是各一届发生。搜索中信银行双和、北芦洲及江翠分行，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中信银行某行员涉犯刑法、诈欺、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检方调查，有几个行员那像是以提悬汇款的额度等等的方式来协助诈骗集团洗钱，日以去中信银行的双和、北芦洲、港仔翠分行所在，也有去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因兜所在，甲5个行员甲一个诈骗集团的嫌犯带回去，先后以涉嫌重大、有串口径的疑虑，甲一个男性的行员升压，其他5个人是交保候团。你在诈骗集团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啊？面对记者问的问题，伊是拢无回答。桃园地方法院审后裁定，这个设定的行员10万块交保，完成报销了后，伊随就离开。之前的那些分行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家分行是重叠，就是江翠分行。洗钱防治侦测的一个效能、风险管理的一个效能、约定转账的一个管控等等，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新形态行员这种行为异常态样的这个监测跟管控呢？这道防线被突破的时候啊，分行在调高这个权限的每天汇出金额的那个权限，应该是要做一个另外的考量的，就是它的授权层级应该再高一点。工会认为讲，协助民众调悬汇款额度的条件，可能要搁调整，嘛要强化教育训练，或者是定出相关应用的措施。那中信银行嘛有做出回应，因讲这个案件是进前案件延伸的查证，会配合调查的程序。那这个查证的结果，甲公司的营运无关系，嘛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区公所有一个查甫工读生，甲民众申请社会福利的个人资料，放去网络顶头互看，落尾是互检举。公所即马对外表示，这个工读生自本会做到8月底，伊即马是对伊的家己的行为真后悔，已经死透露。也那政风处嘛针对这个代志展开调查。
3个做山工的学生坐伫咧碰椅顶悬，认真甲要寄予民众的批念无好，协助高雄凤山区公所的行政事务是工读生主要的工作内容。毋过最近有一个工读生甲民众的告主翕相了后，刊伫网络论坛甲名册，发表文章用真侪不雅的字眼攻击申请的民众，有人发现就向市府申诉。他在昨天也自己离职了。那我们公所对于我们剩下来的还有几位工读生呢？我们都也是一样，在把他们做一个再教育啦，再提醒他们一些工作上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公所表示，这个工读生是晓得做山工，伫咧训练时拢有甲因讲爱保护个资等等的注意事项。想不到这个工读生疑似因为好耍，甲民众的资料漏泄出去，伊原本要做到8月底，即马化工真后悔，自请离职。在工作上接触到的他人的个人资料为不法的收集以及利用，已经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最重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律师指出，这个工读生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个资法，相当恐惊面临5年有期徒刑。律师讲，民众的个资互人盗窃，佮互人刊文踢笑，卖当讨赔，互工读生佮捌一条诽谤罪。法界人士嘛提醒民众千万要注意保护个资。市府警方处回应专案的依照相关规定调查，会佮加强市府当地的保密教育。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解封了后，真侪人拢出国去佚佗，令到咱国内旅游景点变甲较无人。亲像垦丁，若是以7月份来比，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游客是减1成。为着要吸人客，屏东县即马要加强观光行销，若高雄嘛有举办风吹节，希望会当拼观光。家长带囡仔伫海边耍耍，屏东垦丁一直是民众休乐旅游热门景点。每到节日假日，南湾沙坡也一线总是排甲挤，也毋过今年休乐人潮煞无像以前。原本是100%，嘿嘿，最起码少就是一半了。解放了都国外去旅游了。中岛后壁乌鱼港附近的餐厅用餐游客袂少，也毋过比起往年也是有差。根据垦管处统计，垦丁去年1至6月旅客累计有133万，比去年疫情同期的104万表现真好。也毋过今年的7月煞只有30万，比去年同期32万多人就挖1成。受到通膨的因素的影响，民众减少出游的意愿，人潮比疫情前有下降的趋势。为此，本府今年更加的积极参加旅展及办理国外的推介会。国外的旅客进来这件事情才是比较长治久安的。国际航班运量恢复挖8成，民众拢出国旅游造成摆客效应，影响各地观光人潮。为了吸引游客，屏东选调加强国内外行销宣传，高雄市举办风吹节等大型活动抢客。吸引了许多民众、网红以及部落客前来朝圣，再加上消暑首选的气垫水乐园，吸引了满满人潮，也因此让旗津海产街座无虚席，业绩成长了大约有3到5成。在日公笑的高雄新飞上天大型活动假期，和基顶6天，吸引超过20万人次来遮。游客慢高雄市府也有计划落来推出古灵地节、热气球等活动，就是希望会当延续这波观光热度。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上界辛苦。新冠疫情过后，护理人员因为伤过疲劳、伤过忝头，即马是头路的人是愈来愈多。尤其是大病院，即马骹手拢无够，所以病床数嘛减真多。亲像真侪去挂急诊的病人，等病床的时间上无拢要等2天。卫福部即马是对外表示，今年护理师是头路的比例确实有较悬，等9月份护理人员招考放榜了后，希望会当改善这款的情形。在新冠疫情过了，一寡护理人员敢若是因为伤过操劳，自今年初开始，全国有真侪护理人员要离职。各大病院也因为护理人员无够，逼迫关病床。这边关病床以北部的病院上严重，护理界担心。急重症的病人伫咧急诊室等病床的时间会变长，那影响病人的安全，也增加医疗不利的风险。护理人员要照顾病人的时间就是拉得越来越长，拉得越来越长的时候，病人对于护理人员的这个不满，其实呢，心情、情绪的一个不舒服一定会更高。护理师减工的问题，恐惊会愈来愈严重。伫即马有护理界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讲护理师即马一工食饭的时间是10.5分钟，
上便所的时间才6分钟。希望政府比照医界5大健康编列特别预算，直接用伫咧护理师的补贴，公开3班的护病比等资讯，伫4天内就超过5000人获益。比照日本的做法，就是给予在第一线的护理师所谓的这个奖励的津贴。今年的护理人员的考试，那应该快要放榜，那应该是到9月的时候放榜，那就会有新的人力会进来。对此，卫福部长谢志元强调，护理人员的波动每年拢有季节性的因素，今年确实是较严重，主要是病院恢复评鉴。病院的评鉴对护理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会予各病院重新做盘点。因果伫今年9月，护理人员照顾会放榜，正紧就新的能力会补入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和民间的基金会举办2023净零排放科技的国际比赛，由咱国内的中兴大学摕到冠军。总统蔡英文有到现场去颁奖，伊表示，因应全世界即卖已经超过130个国家承诺要净零排放，咱台湾即卖嘛当走向这个目标。参总统蔡英文斗阵翕相，伊是来自中兴大学的团队，得到净零排放科技国际比赛的冠军。因的作品是以化学方法吸收废气内的二氧化碳，甲一寡二氧化碳去整做碳酸钙，也就是大家讲的灰胶，通过一摆再利用。我们的产物是含水率低、纯度高的碳酸钙均质结晶颗粒，它可以回收应用于塑胶、造纸、涂料等，作为工业制料使用。因用2000年净零排放，台湾规划到时阵的再生能源发电量要达到6成以上，也有来自现代的团队利用台湾是海岛国家的优势，研发出通以冻海影来发电的装置，望利用这款装置，甲海边的巴掌角体换掉。把原本要消波的能量呢，把它聚集回来，来产生发电的效果。因为风电本身，它在离岸的状况下，你还是要有很庞大的海事工程。那这些海事工程的成本造价都非常的高，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海床。台湾大学甲民间企业基金会举办的净零排放科技国际竞赛，吸引来自9个国家40间大学参与。总统蔡英文也到场颁奖致辞，蔡总统讲，自治环保署拄成立做环境部，显示政府要投入更侪资源，展现净零转型的决心。也若伫转型的过程当中，净零科技是各国当咧发展的重点，也是台湾当咧开发的蓝海。记者阮长随台北报道。即马是台南麻豆文旦的采收期，麻豆农会是开2000万，现在台湾全台湾头一座智慧自动化分级包装厂，伫咧会当自动分类文旦的大细粒，还有甜度，而且会当减2/3的人工。即摆文旦当咧大出，大家拢无因试试。毋过详细看，今年煞有一台自动化机器，拿放好势，一粒粒油啊送入空杯啊，伊自动就会甲大细粒分好势，好检测油啊的甜度来做初步的分类。若要人工检查无问题，才包装。更加厉害是嘛有自动化吊钩，会当甲货贴好势。麻豆农会表示，有即台智慧自动化设备，人工检应过一半。工作人员可以很轻松，因为本来要一箱搬来搬去，他像我可能一个动作翻篮之后，就从头到尾到我们叠板都完成，所以在人力上，然后包括在产能上成长很大。农会开2000多万，起全台唯一文旦智慧化自动分级包装场，因目标要卖200万斤的文旦，嘛拍拼卖外销。因为文旦外销拢以中国为主，历经中国已经禁止山药进口，就惊影响销路。在地农民认为，那文旦今年嘛红禁，市场极减的影响。开通当然是最好啦，没有开通的话，我们要诉求通路啊。像今年没有出去，其实我们认识的很多通路商啊，或是这些盘商也都有做准备啦。就是目标转向其他的华人市场，香港啊、新加坡、加拿大。麻豆农会指出，今年文旦计销平均1斤60以上，那产量参去年拢差不多。这几档因除了积极拓展通路，嘛引发经济台湾的加工品。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嘛是咧台南安平有业者家己打造一个小型的海底世界，200平的空间内底有各种无共品种的海洋生物，而且互民众免费去参观。伫台南市的安平区，有业者引进各种海洋生物，
打造出一个未输海底世界空间，提供民众免费参观。伫内面会当看到三脚牛仔、酸蚵、海马，阁有18种无同类型的海体，吸引真侪人来欣赏。今天有看到各式各样的鱼，还有水母，还有海马，然后觉得很特别。在安平这边成立这种海洋生物的这个推广，就是希望说大家多认识一下这些海洋生物，然后也是希望促进地方的观光啦。真侪人看到这古锥的海洋生物收来收去，拢感觉心情有较轻松。不过民众若想要伫厝内饲海洋生物，上好是要经过专业的评估。民众一般想要带回家饲养的话，先要看依居家的环境会不会过热。如果过热的话，是不是要搭配冷水机？那如果是养珊瑚类的，可能需要搭配蛋白机。对，我们都有配套措施，那可以供民众去选择。业者表示，未来有按算要扩大成立观光工场，希望会当透过海洋生物来带动安平区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再镜头来去日本，日本的食食拢是以海产也个肉类为主，所以对外国的素食者、食菜人来讲，伫日本是无啥方便。不过即马伫东京就有一间全部拢卖素食的餐点的餐厅，日本政府即马嘛当地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要推广好食的素食料理。店内煎鸡肉看起来真平常，佮配合塔塔酱真够风味，人客讲加起来酥酥脆脆，感觉一万得咧，而且还佫有卖纤维感。不过这的物件全部拢是素的，煎鸡肉是黄豆仔做的。伫东京的这间伊萨卡亚真特别，因为伊是拢素食。Most of the other izakayas that are already there, they don't really have any options that cater to vegans or some other people with certain food restrictions. And so we really want to create a place where both people who are vegan and people who are not can come together and enjoy the food. 汤三角饭圆煎水饺看起来真简单，煎水饺也真细，而且佫会喷汁。来食人客讲，无感觉水饺是无歹，食起来就甲一般的煎水饺同款，也无菜色水饺的草味。不过，也希望日本的素食文化会愈来愈普遍。I would say distance-wise, there are few and far in between. So I think that's the difficulty of it. If there were restaurants on every block, I think that would be more accessible to people with my diet. 为扩大旅游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办研讨会，和主食专家甲餐厅头家总铺师开发替代菜色，取代用柴鱼片或者是猪骨汤做汤底。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also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conscious about these topics. That's why it's happening and it's growing. 日本食素的人真少，只占人口4.5%左右。虽然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团体拍拼推广素食，不过依然是较有挑战性。公司新闻新录配编辑。苏格兰有一款肉球强要制整，即马政府当地保护。不过即马这款肉球伊会卖去掠羊啊，这是造成牧羊业者严重的损失。即马就有专家咧训练牧羊犬来赶这款肉球，希望会当兼顾保育，卖当减少损失。对天顶看落去，白色的牧羊狗伫咧草坡顶头下死命走，赶天顶的肉球。伫咧英国苏格兰地区，这几年为了要保护拄则出世的羊仔，莫互肉球掠去，就训练牧羊狗来赶肉球。A lot of farmers in the Highlands are having issues with seagulls on their land during lambing season. Lambing season coincides with eagles breeding and the chicks and needing to feed their chicks. And farmers are calling upon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issuing licences again to shoot whitetail. 白尾海鹰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北强要绝种。伫政府重新该引入苏格兰，经过复育了，数量才慢慢增加。为了要避免白尾海鹰搁再被过度的捕猎，训练肉球的专家甲牧羊业者合作，训练牧羊狗来赶肉球，减少羊仔囝互肉球攻击，也让达到保护海鹰的双赢目标。Our main aim here is to try and introduce livestock guardian dogs to people and to the UK. It's been used for over 4,000 year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t works really well. There's no reason why it can't work here. We just need people to accept it
and to trial it. 训练一开始是用无人机挂一只假的海鹰，也用无人机制造假动作，互狗仔就是讲麻药真正要飞来，分学安怎赶走假的海鹰，了就搁再互真正的麻药诱伫咧事先就穿好的羊仔囝的尸体顶头食，互狗仔知影讲，若无甲麻药赶走，羊仔囝就会被掠去食。So no one can reach each other, but it is going to try and show these dogs that the eagle is a predator, and if there is one near the lambs, then you want to scare it off, basically. 以前伫咧苏格兰各地，因为海鹰保育的计划，政府会赔偿捕鱼业者，一年上最5000英镑，差不多代表要加21万。不过，这个金额对捕鱼业者来讲是无够的，因为就保护业者，敢若是一季的损失就到3万英镑，差不多代表124万。虽然业者对牧羊狗赶海鹰的方式一个淡薄怀疑，不过也希望会当有效果，减少因的损失。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